为何 AI 人工智慧教育向下情境，让学生自细汉就当知影如何应用伫咱日常生活？但市政府甲智泰科技公司三合合作，企业捐赠了510套 AI 模型训练的软体，予淡市6间高职、9间高中。上午市长吴以铁嘛以 AI 加入天高这风电成效等案例，希望启发学生进一步学习，领先伫起跑点。AI 的运用端是这么多，那运用端有了，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孩子提早进入 AI 的领域，能够晓得如何去运用这个 AI？那就谢谢我们各位好朋友哦，不管是制造或者是我们智泰，大家都能够把这个AI 的技术这个软体能够导入，让我们孩子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。AI 人工智慧要学习，要透过不断的学习，人脑也要不断的学习。人脑学习怎么样让 AI 学习？那这样子的话，能够让我们孩子能够不要输在起跑点，而且是领先在起跑点。而 AI 的教育，大家知道 AI 已经跟我们生活离不开了，但是会用 AI 的人太少了。因为要用 AI，其实要学类神经网络，要学很多程式语言，但是学怎么样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公司想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20几年，我们在想说有没有机会像 Microsoft 一样，让个人电脑有一套工具软体让他用，他就可以了解所有的简报，或所以我们在 AI 想让它变成工具软体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用 AI。会中修正学校马龙校长表示，将伫日后资讯科技课程当中用于多项分别的训练，了解 AI 的检测技术等等，借此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加创造性的思考，甚至有机会来参与全国 AI 应用的比赛。而这款三合合作的模式，对台南打造科技城市，嘛是一项重要的指标。咱的新闻，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